好，弟兄姊妹，呢個咧係聖餐嘅時間。今日咧我太太東尼咧會為大家咧有一個聖餐嘅分享。在座嘅各位弟兄姊妹朋友，大家好。諗翻幾年前呢，我曾經喺度分享過十字架。嗰陣嘅我呢，係一個咧好相信呢，如果我唔努力嘅時候呢，我就唔會見到想見嘅結果。回頭睇翻呢種諗法呢，都好容易成日出現，反映我係一個咧好難呢去相信呢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嘅人。但係呢，我係信神，但係我更加相信呢自己嘅努力。喺馬太福音記載，耶穌喺臨釘十字架嘅時候，去同天父呼喊嘅係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接住佢再講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。呢兩段十字架經文呢，再次令我反思我同爸爸媽媽呢2年嘅經歷，令我呢更加體會到呢，上到十字架嘅時候，耶穌唔使講好多嘢，佢只係好大膽咁同神講咗頭先嗰2句說話，背後嗰份全然嘅信心同埋交託，對我有好深嘅反思。2年幾前呢，我爸爸突然確診咗末期肺癌，醫生話呢，佢淨係得返幾個月命。爸爸呢，第一句就話：我唔醫啦，唔使嘥錢，都唔會醫返好噶啦。嗰一刻呢，我哋全家都不知所措，覺得呢要同時間比賽，跟住我個腦呢就不斷轉，究竟應該同爸爸去旅行，建立天倫之樂先啦，定係同佢返內地探親，還是諗其他嘅方案去做，或者帶佢返教會等佢認識神。同時間呢，我又思考爸爸呢個年紀應唔應該接受治療呢？其實嗰陣我應該係覺得唔知行邊步先，我係即刻訂咗高鐵飛啦，不斷揾旅行團啦。但係我呢個過程裏邊，我係冇消化其實神點睇呢？我只係好想用我自己嘅時間同埋網絡去揾最好嘅俾爸爸，所以換嚟我內心好焦慮啦。同埋咧，內心好想神，你係即刻俾答案我。原來神咧已經開始作工，喺佢臨坐高鐵翻鄉下嗰一日，佢就入咗醫院。咁咧佢就冇得去探親。咁等佢出咗院之後咧，我就同佢翻咗教會，翻咗新界區教會。當時咧牧師 Jeff Wong 咧，佢同佢講咗一句。同我爸爸親自去講咗一句：文哥，你下次復診幾時？我陪你去。就係呢一句呢，我陪你去呢。其實我爸爸第一次感受到有人無條件同佢同行一條咁難嘅路。咁剩翻嘅時間，爸爸就真係願意接受治療啦。咁呢，到後期，爸爸病情呢，其實急轉直下。嗰段時間，我越出力想幫爸爸得到醫治，我就發現自己越無力去相信神最好嘅計劃。當時我偏偏要離開香港幾日，內心真係好怕見唔到佢最後一面，甚至懷疑神，你係咪真係會俾最好計劃爸爸呢？當時我連同爸爸講一句：不如你試下信耶穌，我都冇勇氣。喺我最冇力去相信神嘅計劃嘅時候，神又做嘢啦。喺我臨離開香港前一晚，我媽咪竟然主動問爸爸：你想唔想睇聖經，認識神呢？跟住爸爸點頭，跟住我就飛咗啦。然之後呢，其實嗰幾日裏邊呢，爸爸係用僅餘嘅15分鐘每日同弟兄睇聖經。我返到香港嘅時候，其實爸爸已經話好多謝耶穌，好愛佢，佢決心相信同埋跟從耶穌。之後喺屋企受浸，好感恩啦。其實神俾爸爸做咗幾個月嘅基督徒，佢不斷呢去感恩啦、和好啦，仲同媽咪約定天家再見。
最後佢都喺我陪佢之下主懷安息。爸爸離世之後呢，我以為最難嘅關過咗，跟住爸爸媽咪同我講話，其實照顧爸爸唔辛苦，但係最辛苦嘅係冇咗佢喺度嘅時候。咁媽咪開始都好堅強啦，返教會啦，睇聖經啦，好希望受浸嘅。但係咧，佢嗰陣其實好傷心，不斷夜晚一個人喺屋企，唔想出街啊，對住空咗嘅屋企嘅房，佢就諗起爸爸啦。每日都重複咁翻嚟你啲感受，咁慢慢其實佢話我已經唔想再返教會，甚至佢同我講一句咧，佢話返教會咧，我諗起同爸爸返教會嘅情景，佢唔想返。啲人嘅關心咧，佢覺得好難受同埋好煩厭。嗰一刻咧，我第一個反應覺得佢好消極啊！點解你係都諗埋一邊呢？咁樣，同埋覺得姊妹係咪唔關顧佢嘅感受呢？同埋我都自責自己，係咪我做得唔夠好呢？係咪我陪佢唔夠多呢？係咪我同佢唔夠多講聖經呢？我發現原來我又去翻以前嗰種模式，靠自己努力評估人，同埋想控制個結果。後嚟媽咪同一個姊妹咧發生咗一次嘅誤解啦。我決定嗰次我同個姊妹上咗門，上咗去探媽咪啦，俾個鼓勵佢。媽咪反而喺嗰一次嘅誤解裏邊呢，佢第一次冇收埋自己啊！佢第一次咧坦白同人講佢嘅誤解，佢對神嘅疑問，對姊妹嘅諗法，同埋佢講咗一句：我真係好辛苦，我好掛住另一半。原來佢唔係唔信聖經啊，佢係信得傷心得好深，佢冇力去堅強。慢慢呢，姊妹分享十字架嘅，俾媽媽知佢聖經裏邊呢，十字架嘅耶穌呢，其實唔係冷冰冰，佢係咧經歷人世痛苦嘅主啊。不過耶穌呢，佢識得咧將痛苦呢俾天父嘅手啊。媽媽好感動啦，佢內心軟化呢，佢決心相信主啦。咁多謝大家嘅禱告，佢最後喺上年11月呢，真係受浸咗，成為我嘅姊妹。回想呢，陪伴爸媽經歷患難嘅日子，其實我心入邊呢，有好多心急帶嚟嘅對神嘅忽視啦。好多時候都會問一句：神係咪真係會看顧呢？不如我做多少少，我個心好似都係好唔平安。相反，一次又一次親眼見到，其實耶穌冇停止作工啊！佢繼續咧看顧我爸爸媽媽啦。我覺得呢個經歷令我好扎心，好感受神嘅愛。爸爸同媽媽喺唔同時間遇見神，方式都唔同。一個喺生命完結嘅時候，一個喺繼續活落去嘅日子。但係同一個十字架咧，對佢嚟講係好有能力嘅。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呼喊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呢句說話好真實，因為喺困難嘅時候，真係唔會有好多唔知點解。耶穌都經歷過唔明白同埋痛苦，同埋問神點解。但係同一時間，耶穌都講咗一句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。耶穌雖然有疑問，問主點解，但係咧佢冇咧選擇懷疑，佢繼續選擇交託。十字架提醒我嘅小信要悔改，跟隨神唔係逼自己信多啲，做多啲，而係承認我真係唔能夠掌控任何嘅事情。神唔一定即刻俾答案，亦都邀請我哋喺未見到答案之前，仍然要憑信心去交託。弟兄姊妹，你會唔會同我一樣，當遇到一啲唔似預期嘅事情，或者困難嚟到嘅時候，會變得好想捉緊多一啲，再做多一啲，唔記得咗學習耶穌。耶穌明白我哋嘅困難，亦都明白我哋嘅疑惑，但係耶穌已經做咗我哋嘅榜樣，令我哋學習唔係再努力啲，而係記得佢十字架嗰份愛，我哋去交託。多謝大家聽我分享。